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北地方法院早起裁定，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地7000万交保，台北市员因晓被30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加徛家。高雄市少年队的警察办外送员对查毒品，伫台南抓到一对翁仔某，甲毒品掺各种的口味卖倒予学生囡仔。阿富汗8月31发生规模大的参战地动，已经超过2200多人死亡，昨又搁发生规模6.2的参战地动。来看台北地方法院合议庭早起裁定，前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地7000万交保，台北市议员因晓被3000万交保，两人是拢限制出境出海，嘛限制徛家，未当甲共同的被告，也是还未团圆的证人来接触，卖来进行科技监控。前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地，佮有台北市议员因晓被约，因为金华城已经羁押，禁见超过将近1档。应该期限10月7日就要到期了。郭文地律师申请拒保庭押，暂时开延押庭。合议庭早起裁定郭文地7000万交保。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拄则是表示讲，真烦恼郭文地无法度接受遮尔济交保金。伊强调讲，这是恶意的政治对杀，也毋过嘛是先甲郭文地救出来上重要。再来看高雄市少年队伫食到的少年囡仔的手机仔，查到买倒的线索。警察假做是外送员去追查，伫台南抓到一对制毒的翁仔某，现场是有毒品的原料佮成品，超过2公斤哦，市价超过150万。嫌犯甲毒品掺各种的口味，让囡仔来接毒，实在是真恶质。你这里面放什么？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不知道，并没有放东西啊。因为嫌犯无愿意配合，少年队员警提把路啊，甲柜啊撬开，果然发现内面唔有做过僵尸分弹，佮有卡西酮、芳烃等制毒的原料甲工具。少年队表示，因伫休抓执行青春专案的时，发现有青少年透过网络去买到会当制作各种口味的僵尸分弹，一路按照线索去找找，甚至佮扮作外送员去追查。伫台南安平这搭高级主题区抓到一对制毒的翁仔某，分别是60岁姓王的翁婿，甲44岁姓丁的太太。目前专案已经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嫌犯啊，因为伊要达到伊卖毒品啊这个目的啊，所以会加一寡像迄草莓口味啊、奶油啊、蜂蜜啊、蚵仔等等这口味啊去请这民众啊是青少年朋友去买啊去用来用。警方表示，一对毒丸样的制毒规模会当算是中盘商，那大个所在一个月厝税要到3万。就连放毒品的柜仔嘛是专工定制，要有感应卡才有才调开。少年队这摆找到的毒品，成品、半成品加的，价值超过150万。卡西酮就1公斤外啦。有迄伊段米是烟弹过了8粒，个所以还没挂定这新型毒品哦。咱甲初步估计算起来，遐差不多超过150万。这是咱就现场查到，较早伊卖出去，咱查到，咱唔知影，所以这部分阮还搁继续来用追查伊的来源。另外，高雄市刑警大队也对4月中将押线索一路调查卖毒的源头。8月18顺利抓到39岁姓洪的嫌犯，找到大量的僵尸分弹，佮有安规他命、手枪、枪支等等。警方表示，姓洪的嫌犯从移送地检署了后，已经裁定羁押。记者看阿朱库朝阳高雄场报道。来看桃园龟山的中义路一段，早起有汽车去弄到自来水排气的巴鲁鲁，造成路面淹水哦。汽车的驾驶嘛轻伤，自来水公司嘛表示讲会向汽车驾驶要求赔偿。因为自来水的排气管刷弄断去，真侪自来水全甲路面拢是。代志是伫初5早起7点外发生的，桃园龟山中义路一段龟山往南口的方向，现场汽车甲机车相压，造成排气管受损，水流甲规个路面拢是。北上啊，一个那个老人家骑摩托车要过来嘛，老人家说我没有看到车子北上啊，他就闪他嘛，闪到撞安全岛那边。现场因为弄甲真大力，汽车的车头拢冒起，还有一台倒伫涂骹的奥多麦，事故造成汽车驾驶正手的手铐红搁肿，骑机车人身躯真侪所在刺伤，双方周切达拢是0，由消防救护人员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王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由忠义路1段直行往林口方向，洪姓男子骑乘普重机车由慢车道欲回转龟山方向，两车发生擦撞。自小客车撞击分隔岛的自来水截流阀。
初步了解，事故发生原因是乌色自用小客车是直行，骑机车人准备转弯穿过车路的时阵，自用小客车因为闪袂赴，所启动到中央分隔岛的自来水排气管。详细车祸原因也有待查清楚。自来水公司已经派人员第一时间加水管起来，嘛备料了后进行修理，后续会向肇事者求赔偿。记者采访报道。中国9月初3阅兵结束，嘛个解放军是个继续派出军机、军舰来施压台湾。美国联邦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惠特曼就呼吁美国政府赶紧把武器和技术交予咱台湾，确保台湾自我防卫能力。中国93阅兵结束了后，国防部公布初时侦查到17架中国军机、9架中国军舰甲2架公务船持续侵扰。面对中国一直军事施压，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也就是共和党籍的惠特曼，呼吁国家大厦紧甲军售交回予台湾。In the order of risk, in the order of need, we are going to ask that you elevate fulfilling the order to Taiwan and others because it is strategically very import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 all have the capability, and it's not going to do any good if the order is filled after China makes a move on Taiwan. 惠特曼认为讲，美国政府应该让台湾有自主生产消耗品的能力。当日了，才访问台湾的参议员费雪，在参议院演讲的时阵强调讲，美国爱持续强化甲台湾合作。A stronger Taiwan means a stronger United States and vice versa. That is why both our nations must continue working deliberately and decisively to deepen cooperation. 另外，根据《金融时报》，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最高层级官员罗亚尼，甲咱国国安会副秘书长齐书谦，当礼拜伫咧美国阿拉斯加举行秘密会谈。报道指出，这原底是国防部长顾立雄甲美国国防部政策处长郭碧杰6月份要举行的会谈。不过，迄当阵美国烦恼会互中国丢卡顿地，地处传习会破局，所以临时取消，落尾手延期，嘛降低官员的等级。美国最大的核心力就是要维持印太区域，当然包括台海区域的一个现状的维持。针对这点，咱国相关的单位拢也未回应。现在陆委会主委区随前会伫初6头一届带团去华府进行例行性的访问，按算会拜会美国行政部门甲国会，甲美国说明咱国两岸的政策，还有了解川普政府对中国政策上新的方向，而且会伫地库发表专题演讲。记者综合报道。台北一名总病院一个生病医师是查领病院采购预算，嘛发现讲，这个医师伫咧做阳明交大教授的时，嘛有查领研究的经费。21档来各计共是查领3000多万。今仔互树林地检署起诉，台北院总是表示讲，嘛已经停聘这个医师了。树林地检署是指出讲，这个生病医师是负责营总神经再生的实验室，对民国91年到112年涉指示医检署枪伤等人虚报采购的物品，查领病院甲国科会研究计划的经费，北营已经甲伊停聘了，嘛强调讲会来追究责任。再来看屏东的瑞宝乡，按说要伫中南村第13公墓来设供电厂，村民是真反弹。初3办说明会，大家火气是拢真大有村民是望讲公所会当赶紧撤案，公所嘛表示讲这案会先暂停。一度听袂落去，居民险险要举椅起来射，随后现场的警察阻挡，才无发生冲突。内部乡公所伫中林村第13公墓，暗算要起供电场，初3举办说明会，不过会议一开始就互居民强烈反对，足侪民众摕着抗议的纸，认为遮尔大的工程，事先完全无讨论参详，居民非常不满，现场气氛紧张。业者并没有跟我们说他们已经签约了，是乡公所的秘书跟我们说他们已经签约了，那我们居民反对，那我们现在才知道说，原来你跳过说明会直接签约了。后尾后生，阮才知影讲要咧遮要种电，
你只会当甲绿化，看要成功化是啥物货拢无要紧啊，对无？种电就是袂通，阮这村民嘛，大家无爱好种电啊。内埔乡中林村村长批评，公所早着和供电业者签约，煞到7月临时会才向提出。真侪居民到2礼拜前收到供电业者的公文，才知影公墓刷走了后，竟然要起供电场，质疑程序无透明，要求公所撤案。把整个的环境优化，又可以定期的有人管理之后，我们又能够维持这一块地，最起码这一块地的水土保持会做得最标准最好。我完全是出于一种善意，为了地方的环境。那假如村民的意见太大，其实要做与不做，对于公所来讲，没有什么损失啊。公所表示，既然居民拢徛反对的立场，因会暂时停止这个案。居民烦恼讲，公墓拢伫山坡地，落雨就会冲土石水，佮加上供电设施、扣水池，恐惊一落大雨就会发生土石流，对水尾的居民有危险。对此，县府强调，目前公所也未正式提出申请，后续会依法审查。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南投南港工业区成功三路附近这2天是落雪8雨，不少民众反映讲，闻到阿摩尼亚的臭味，里长嘛怀疑讲有工厂趁落雨天偷排废水，有民众去检举，环保局嘛已经派人去稽查。这里味道最明显。这2天落西北雨以后，南投县南投市英丰里才有袂少居民，拢有闻到阿摩尼亚的臭味，甚至互人评价会讲。里长讲，逐摆落雨天了后，定定会有工厂偷排废水，怀疑业者是为着要省污染处理费，趁落雨天偷排废水，想袂到雨正紧就停啊，造成臭味传出来。从来也没有那么味道，那么难闻的，我自己也闻到都快要晕过去了。你赚钱你再赚，你把这一些会污染放在排水沟，这不合理呀。南投县政府环保局接到民众检举了后，嘛来到南港工业区，针对污水来源进行追踪。环保局表示有找到几件件可疑的厂商，也有针对厂内污水处理设施敢有正常运作进行稽查。后续卖查验甲监测，看敢真正有业者非法排废水。找到几家疑似可疑的厂商哦，那环保局同仁也紧速的进场哦，针对这个厂里面的污水处理设施哦，相关的这个收集跟相关的处理设备有没有正常运作来做稽查。南投县府环保局呼吁业者按照相关许可内容来处理废水，若是排放量变大，嘛要检视许可资料敢需要申请变更。另外，偷排废水已经违反水污染防治法，会当罚3万以上300万以下罚金，要限期改善。经济重大也要求停工停业。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嘉义县的梅沙乡之前单那是风台甲7月2日大水雨，损失是真严重。公所按算要发予乡民一人3000块的补助，来减轻乡民中间的负担，嘛来带动在地消费。嘉义县的梅山乡因为单那是风台甲7月2日大水雨，对乡民的家园甲收成带来真大的损失。梅山乡公所有宣布要针对梅山乡民来普发3000块的现金。这边风台来的时阵大部分的果实拢有损失，产生有一些农户他们拢收成拢无介好。丹那斯台风甲7月会造成咱非常大的这灾情尤其咱这果农损失非常的惨淡公所体谅咱的农民的灾情梅山乡公所表示，针对这个普发，乡内暗算有17200多人会使领到。经费计共要6200万，会规划伫2026年乡内的总预算内底，10月份乡民代表会定期会若是有通过，上紧明年3月就当来发予民众。伫咱公所自有财源有创意的经济之后，我是赞同讲，互咱的乡亲每一个加一撮互因过日子，因为有诶，咱伫做细人有诶真正真艰苦啦。乡长要发一人3000块。阮家有4个人，总共12000块，这做过年压岁钱做欢喜的。当然是做欢喜啊，对大家家庭拢有至少拢有一寡迄个意义伫咧啦。梅山乡普发的对象是今年8月30日进前户口伫梅山的乡亲，乡公所已经开始办理编列相关的经费，这笔经费袂去影响到乡内其他预算的支出。乡公所表示，这3000块无法度弥补乡亲因为天灾带来的损失。但是也是希望透过这笔援助金，加减来减轻大家的负担。
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富汉东南部昨暗又搁发生大地震。英国媒体是指出讲，规模6.2，深度10公里伊是最近当地规模第3大的地震。伫顶礼拜当地是发生规模大的大地震，到达嘛已经有超过2200个人死亡了。当地是有几个钟头拢互地震毁掉。真正的地震还阁伫咧救，阁一直发生地震，河北省阁继续惊吓悲伤。阿富汗崔西岸发生规模6.2的地震。德国的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讲，震央是伫东南部地区往巴基斯坦边境。6.2的地震前后又有几落变地震，规模分别是5.6、5.2加5.5之间，造成严重破坏，民众惊吓。I've already buried 6 others over there. They're from my own household. These are my cousins. 要把物资送入去灾区真困难，因为路拢被浸甲海去，工作人员要过，抑个要先落车搬石头。救援人员随时你是用行几落点钟，结果因为地震山崩，无法度出入个村内面，对崩起的厝内面搬做真侪尸体。I was not able to count how many people and the dead bodies were here. Most of the households here are entirely destroyed. On the top hill, there was also landslides in the area. Dozens of houses were fully destroyed. 库纳尔省真侪厝拢是拆厝甲土角厝，挡袂掉地震。全球伊斯兰救济组织评估，这个省差不多98趴的建筑物规个倒来或者是受损害。塔利班发言人随时证实，自礼拜发生毁灭性地震，拜二国发生规模5.5的地震到即马，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2200人，比之前估计1400人较多。د نورو اداراتو ملکي او نظامی اداراتو سره ساحې ته ځان رسولی ده ترڅو هیوادوال مو خوندي ځایونو ته روغتونونو ته انتقال کړي。自塔利班2021年重新掌权，并且实施严格宗教法规了，为政府组织甲援助团体运作愈来愈困难，支持也愈来愈少。援助团体讲，因即马正需要人甲物资来救受伤的人，甲互几落万无甲可贵的人食甲啉。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欧洲领袖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这礼拜是伫法国巴黎开志愿者联名的会议，讨论战后的安全保障。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讲，已经有20来国家承诺讲会派部队来维护乌克兰的安全。也毋过，意大利是强调讲因未派兵。另外，北约是强调讲，罗西亚是无权利来否决乌克兰的安全选择。美国总统川普嘛讲伊最近会佮甲罗西亚总统普京来通电话，嘛来要求欧洲国家施压中国，望讲因会当减少对罗西亚的支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法国总统马克龙同齐徛伫巴黎爱丽舍宫的会场，展开志愿者联名会议。欧洲领袖呼吁，爱伫战后第一时间部署一支保障武力伫乌克兰，确保和平袂各方破坏。马克龙也证实，甲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了后，美国会伫未来几日内明确支持这项安全保障的范围。Nous avons aujourd'hui 26 pays qui formellement se sont engagés, plusieurs autres encore à clarifier leur position, mais 26 pays qui se sont engagés à déployer comme force de réassurance des troupes en Ukraine ou à être présents sur le sol, en mer ou dans les airs pour apporter cette réassurance au territoire ukrainien et à l'Ukraine le jour d'après le cessez-le-feu ou la paix. 也毋过，欧洲内部也传出无共声音，意大利政府表态，未派遣部队进入乌克兰。北约秘书长利德是伫布拉格强硬回应，罗西亚无权对此讲有诶无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强调，甲普京会谈无法度避免。Ми підтримували в будь-якому форматі і трьохсторонню зустріч, і двосторонню. Я вважаю, що Росія робить все, щоб відтермінувати. Американські партнери нам передали, що Путін запросив мене в Москву. Ukraine is a sovereign nation. If Ukraine wants to have security guarantee forces in Ukraine to support the peace deal, it's up to them. Nobody else can decide about it. And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stop making Putin too powerful. 除了欧洲内部的政治竞争，美国国家扮演关键角色。美国总统川普伫白宫晚宴上证实，伊甲泽伦斯基通话了后，最近会搁一摆甲普京通电话，伊也要求欧洲对中国施加更较侪压力，以下就罗齐亚外交甲经济支援。I will be, yeah, I will be. We're having a very good dialogue. I settled 7 wars. The one that I thought would be maybe one of the easiest. You know that feeling? You think one thing is going to be easier. Turns out.
欧洲领袖强调，安全保障爱具体化，才会当避免搁发生布达佩斯比波罗的情形。随美国立场渐渐明朗，国际社会当咧关注这场至关者联名的承诺，敢会当真正化作稳定乌克兰的力量。公司新闻第位林北阳。来看意大利的高级品牌阿玛尼的创办人张伯瑟，食到91岁。阿玛尼开创的品牌价值超过100亿美金，是流行产业的传奇人物。咱们来了解伊的一生。米兰圭亚路阿玛尼品牌旗舰店头前，真侪市民甲时尚款的人士伫咧遮悼念。阿玛尼自1975年创立同名的品牌，到呾以简单溜亮的线条加经典的剪裁，完全改变西装的刻板印象。带动 Power Shirt， 也就是宽略套装的流行，伊毋但定义意大利的时尚，也甲品牌扩展到奥运代表队的制服、红地毯服饰，也阁有生活用品。阿玛尼在新的时阵正低调，因为伊的作品是流行全世界。Sad to hear about his death, and I came just to pay my respects. Giorgio Armani was very loved in Milan, and he was a great man and with great fashion. 阿玛尼自一台最大加藤车起家，上面变做超过100亿美金的全世界时尚帝国。以1934年伫意大利北部的皮亚清查出世，本来想要做医生，尾仔伫咧时尚圈找到真正的舞台，先伫咧米兰知名的百货公司做图腾的设计，尾仔入去时尚品牌，慢慢累积经验，到41岁才创立家己的品牌，就叫阿玛尼，用简单溜亮的线条加流化的西装外形，彻底改变男装的风格，互人讲是改过传统西装的设计师。美国福比斯把伊列入全世界前200大好野人，伊影响的唔但是穿插，也有文化甲生活。理查吉尔凯特布兰奇顶名次拢是阿玛尼红地毯的代言人。He changed the way that the world dresses, especially the way we consider tailoring and suiting, but also as a businessman with a huge empire that he started by selling his Beetle car. It's a fairy tale story. 阿玛尼伊的一生见证时尚甲产业的演变，伊代表的极简奢华，真侪意大利时尚的代名词。伊的事业包括化妆品、香水、家具设计，也有酒店。伊过身的消息传出了，真侪有名人，亲像维多利亚·贝克汉、超级 model 辛蒂·克劳夫、演员沙缪·杰克森，也有时尚设计师范伦田诺等人，拢伫咧社群平台悼念这位真正的传奇。公司新闻郑伟玲、吴继昌编辑。过来的消息来看，国民党的主席10月18要改选，目前是已经有9个人表态要参选咯。阁有前台北市长霍良斌，甲前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互点名。赵少康今仔是表示讲，罗秀燕、朱立伦、霍良斌应该大声才轮得到伊。也毋过表态要参选的中华关前县长邓丕元是认为，那霍良斌做党主席，那配合恐惊会受到影响。民众党嘛表示讲，因的支持者确实是对霍良斌有疑虑。前国台蔡志宏初5早起正式宣布竞选国民党主席，竞争真激烈。党主席朱立伦初4宣布聘请赵少康、管中敏担任中评委，安尼去互外界联想讲替2个人开青灯，得到参选党主席的资格。赵少康是讲无排除参选，毋过还未决定。顺位优先应该是罗秀燕、朱立伦、霍良斌，过来则是伊。那希望我出来，如果他们3个不行，我就选。就是说我跟郝龙斌2个人绝对不会同时出现在竞选名单上。我们不会2个一起选。不过已经表明参选的中华关前县长邓丕元认为，若是将台北市长霍良斌担任党主席，那要互信会转来到原点，恐惊伤害那别合。霍良斌嘛罕见的大文化讲司法爱独立公正，挺挂问题。伊安尼做，互外界解读是参选党主席的起手式，先甲民众党和解。我们的一些支持者对于不管游淑慧或是钟小平，他们有一定的看法。当然，游淑慧跟那个郝龙斌郝市长也有一定的亲近的关系，所以有些支持者的确对郝龙斌先生有点疑虑。若是立赢初3成立选对会，也互人批评拄啊结束大罢免，随伫为2026选举布局。徐国勇表示，比起若要选战，民进党已经算慢一步啊，而且政党的目的都是为了选举。政党法，政党的目的就是为了选举，所以民进党在昨天通过了选举对策委员会，相对于民众党跟国民党都已经有一点点慢了。把市政做好，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辅选。
民进党2026选举会由总统府主席区议员、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担任共同召集人，总统赖清德甲各县市首长，包括高雄市长陈其迈，拢无排入去。记者采访报道。经过大罢免甲美国关税政策，有民间团体调查指出，讲有超过5成民众对赖政府目前的施政和关税政策无介满意，有超过7成的民众对政府打击诈骗的政策有意见。或者是建议讲，政府得爱加强跨党派和跨部会合作，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经过大罢免和美国的关税政策，台湾的政治和经济拢受到影响。有民间团体就针对台湾的经济和政治来做民意调查。调查指出，有5成的民众无满意大政府的施政，嘛有6成左右的民众对美国关税谈判无满意。有学者就建议政府应该重新思考无共产业的资源分配，帮助企业维持竞争力。台湾有这么多资源吗？所以我们要想的事情是不是所有我们经济的逻辑很简单，所有外来冲击来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怎么重新调配你的资源配置。那我们要去帮助的是这些有长期竞争力的优势企业，还是这个可能已经没有长期竞争力，只要几%的关税来，可能就撑不住的企业？这几年来，国内嘛爆出真侪诈骗的受害者。民团根据民调指出，针对政府打击诈骗的做法，有超过7成的民众无满意。学者认为，政府爱调整防治诈骗的方式，提升民众的安全感。选民的支持，好，以及推出政策来获取他们的这个认同，好，所以使得他目前的这个政策的说服力是相当的不足。那我们从这个报告里面可以看出来，就是诈骗它其实是不分党派的民众都非常的不满。学者嘛呼吁，这届民调显示民众对台湾目前的政治、经济和能源政策拢无介满意。学者建议政府透过跨党派、跨部会合作，做会推出政策，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咱国内毛豆一担外销的金额是有23亿哦，美国占2成，嘛因为关税，这么外销的量有较减少。农粮署就补助业者甲卖场来办行销的活动，帮各当协助农民度过这届关税的冲击。毛豆有真悬的营养价值，真侪店家最近拢有在举办市价优惠的活动。业者表示，因为有促销小卖的关系，国内的销量有明显的增加，民众嘛真捧场，起炒袂歹，95块就可以加购1包。那想要这样子会增加你们民众想要购买的意愿吗？会。我觉得进货量是有增加，然后业绩上面有增加5成。对，感觉上客人会去拿这个来买，会去购买的欲望也会增加。根据农业部的资料，台湾的毛豆每年外销的金额有23亿，其中销去美国就有4.3亿，占全部的2成。但因为受关税的冲击，目前台湾的毛豆外销量大受影响，所以农粮署嘛提供支持方案，扩大国内行销，嘛有提供补助。办理一些地区性的行销活动，或者是全国性的一个跨域活动。那如果是地区性的一个行销活动的话，我们大概会就是每个案子大概是可以补助80%的一个相关费用，那最高补助那个50万元。那如果是属于那个跨域性、全国性的一个整合行销活动的话，我们就会依照它实际上提出来的案子来做一个审查。那每案最高就补助200万元。为了增加毛豆在国内的销量，农粮署和业者合作，推出经济优惠活动。面对关税问题，农业部呼吁民众支持在地农民，未来嘛会推动更较侪优惠来刺激内销。记者陈兴东、王兴忠台北报道。来看宜兰县罗东转运站去年完工委外经营哦，也毋过关心计实却发现讲，厂商无照合约，设旅馆专请的柜台，但是厂顶设施要求得爱检讨。业者嘛表示讲，因会伫年底进前来完成。马上排队准备要坐国道客运。宜兰的罗东转运站，每一年旅客人数差不多550万人次。去年完工了后，委托柑仔人客运经营，不过审计师发现讲，当初业者投标的时阵，捌答应会伫转运站设置理想专车的月台、气候时钟甲观光电视壁，不过到今拢还未完成。
在这1个月应该就可以完成了。只是说我们当初在排程因为有很多计划要完成嘛那这个时间上我们会有比较宽裕的时间了。业者讲，当初投标是为着推广集团的理由，才会提出相关的计划。年底之前会完成相关的措施，已经甲理属业者集结。劳动转运站目前有16个月台，2个备用的月台，理属专车的月台按照会伫个备用的月台来设置。那这个部分我们会依照当初契约的承诺事项来追踪管考。管府表示，会照契约内底业者承诺的事项来追踪管制甲考核。业者若违反契约，会照规定罚钱，甲监督伊改善。但若理属业者认为讲，理属月台顶的观光设施无应该限制伫咧劳动转运站来设置，观光的效益无够。对，我认为都要有，因为饭店都遍布这些转运站嘛。是。民宿饭店都遍布这些对。所以如果只有罗东有，其实效益也不够大，这样子。效益不够大。宜兰县目前有5个转运站，理属业者认为讲，若每一个转运站拢会当有理属专车，提供即时观光的资讯甲业者的电话，对自由行的旅客会更较优先。县府讲要伫咧其他的转运站设置理属的月台，因为空间无够有困难。不过，若提供观光的资讯，会透过每一个转运站的经营业者来完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丹南区清洁队2023年有清洁人员违法收垃圾，互判刑2档8个月，收的乌钱12.8万块，嘛互没收。最近北屯区的清洁队嘛发生同款的弊案，有7个清洁队员涉案。环保局是强调讲，因会来强化内部监控的系统，嘛来配合调查。货车甲粪扫车后斗相接，不少的业者直接甲一般粪扫甲事业粪扫等入去粪扫车。台中市东南区清洁队姓陈的司机，掠走拢无人知影。不过车顶的 GPS 是真分明。案件发生伫2023年8月，环保局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移送法办。台中地院判2年8个月，禁止公权4年，不法所得12.8千充公。调查发现他利用职务之便协助非法收运不明废弃物的情形。那我们本局立即将这名司机解雇，并且移送相关的司法单位来侦办。不过台中市各发生同款的弊案，环保局去年3月调查北屯区对于粪扫车 GPS 的时阵，发现现场顶7个清洁队员，按2002年到2024年偏离路线142摆，哪像长期违法收市场的事业粪扫。怎甲移送台中地检署？附近摊商讲无清楚，嘛认为安尼做是袂使的。有的人是会灌一个凉水好食，是直接点上食，这是无要紧，你家己欢喜干嘛？若摕钱就是有影讲8成都你流水经手，成是8成必贪污，这是骗啦。那我们都有设就是区域的围篱。那只要他脱离他工作的范围，该走的路线都会有警告的一个机制，让同仁自己也可以自觉，避免这些重复的事情再发生。台中市环保局强调讲，有持续在精进 GPS 智慧科技的监管，强化收载粪扫的透明度，后续会配合检方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塑6轻的海水正化场9月底就要开始供水了。环保团体是认为讲6轻过去拢是因农业用水，今年家己有水源咯，应该会当来减少农业用水的使用量。经济部嘛回应讲会来减量，也毋过要减偌济，目前是还未确定。6轻伫大水期用水的问题，长久以来受到环保团体批评，讲是甲农业咧抢水。环保团体讲，6轻产量降低，这3年来，逐工的用水量伫咧19万至21万点5吨，比之前甲农水署签约供水量34.5万吨是要加真济。因为基金暖好用工业用水调度使用农业用水的契约，会伫年底重新签约。即马6轻海水淡化厂有机会伫咧9月底进前运转供水，款团要求都要降低原底合约的供水量。在今年要签的约，就是一定要下修，只能是0到14万吨的水，而且要逐年减供1成。款团指出，彰化地站下陷的区域，毋但是伫咧沿海，就连水头的溪洲，嘛以每一年3公分的速度下陷当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大水期移保农业的用水互6轻，逼农民都要抽地下水。我们知道地层下陷在沿海，但是从那个源头就开始地层下陷，还在枯水期抢这个地下水的话，浊水溪的水的话，
地层下陷势必会越来越严重。针对这点，经济部表示，这个签订新的合约，会降低供水量。台塑那个海淡厂如果做好的话，原则上是我们那个用水量会减少了。那我们会配合那个东西来跟相关单位一起来协调看看。水利署表示，6轻按宽平的承诺，9月底之前要启用海水淡化厂，用水降低量嘛包括70万吨。迄若是这项减量减偌济，爱伫咧核定用水计划了后才会知影。不过款团要是这个农水署向6轻收1度3.3块的水钱，实在是伤低，要求检讨水钱合理性。记者综合报道。婚龄偏乡的囡仔要看齿科是真无方便，县政府开1200万哦，伫12间国校啊，设24届齿科的诊疗医，会甲齿科医师工会合作来照顾囡仔的喙腔卫生。小心提点新变变的齿科诊疗医，未来伫学校就会当检查喙齿、补喙齿，确保喙齿的健康。婚姻关因为偏乡齿科医少，理论乡、口湖乡无半间齿科，学生囡仔若要看喙齿，就要去附近的乡镇。20公里，还有时间很不方便，我们都跑了很远，要跑到北港，都蛮不方便的。婚姻县政府讲，偏乡因为齿科医资源无够，学生囡仔有就医无方便的问题，甲有处和卫生局建议了，提出卫生式偏乡校顺回医疗服务，由县府倾1200万买24所齿科的诊疗医，设立9乡镇12间复兴学校，由齿科医工会派医生服务61间校的学生。那这12个学校呢，它服务周边啊，大概总共61个学校啊的孩子呢，都可以按照排诊来到我们这个核心学校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检查跟治疗。那当然后续我们还会有4个乡镇继续来扩大。在12个学校每个学校有2台治疗台。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既然机器到位了我们当然要去想办法号召更多的我们的牙医师进入到这个区域来。县政府讲，目前和齿科医工会合作，已经招到18个齿科医会巡回驻诊。这嘛是全国首创齿科医诊疗模式，现阶段是优先照顾学生囡仔的喙齿健康，未来会阁扩大到服务社区民众，来补足偏乡齿科医无够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搭档旧历7月15日前2天哦，新地城隍庙会办茶叶暗访的活动，站信众特业火把照清代团城的路线出发，场面哦是真壮观，嘛为明仔载7月半城隍爷要出巡来做准备。城隍爷大公主领队后壁社范将军，各家火把民众，队伍按照清代流传至今的古城路线进行夜巡，为旧历7月半中元迄天城隍出巡先做准备。这是得参中元城隍节新竹市上有代表性的文化传统之一。拜四暗伫新竹热烈举办。茶叶暗访，那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的大少爷跟2少爷他们轮流出去先走。7月15的路线，那今年是我们大少爷出去走。规仪式包括开后门、野鸡游行、茶叶暗访、甲绕境进歌，这夜巡仪式也是甲市民信众课外的重要活动。因为民间相信讲，火光照过路，拢会当辟邪保平安。我们都城隍进行绕境正都之前呢，今天先轮到请他的大公子先带城隍爷出来巡视我们新竹市，那就是扫除路障，那当然也是整顿阴阳的秩序，已经是新竹市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资产的活动。8日就是中元7月半，有绕境进歌的活动，也是规活动的重头戏。新竹市府也邀请市民甲各地信众来参与，祈求平安顺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南台语月这礼拜来的活动哦，特别起鼓咯。今年是以台语入厝来做主题，串联市场美甲等10个所在，毛规划过关的活动哦，鼓励民众加入去店家开嘴讲台语。文化局是讲哦，母语爱伫生活中用语言才会活。台顶念歌一句接一句，表演互人感受到台语的古早味，这嘛呈现台南台语月活动的多元风貌。不管是唱歌念诗，拢通用母语呈现。今年有中正80周年纪念特曲，南岛古影活动礼拜6买伫5横公会堂起歌，这回以台语入厝做主题，向人甲台语定根伫咱的生活内。生活内底有足侪机会会当讲台语。
所以阮实在是用迄个上生活的一个用语来跟台语的活动来做一个结合。所以虽然它是一个台语的文学月的活动，但是文学其实就融入到生活当中。台南台语月到那第7档，今年较特别的是用业处走馆活动，主办单位伫10个地点翕20个底片，内容是阿嬷带孙准备入厝的过程，民众看影片佮回答问题，透过游戏方式，互乡亲体验行路的台语文化，嘛通自然开嘴对你讲。不一样的方式，用有影片的方式，然后也有市井潮语演出的方式。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台语游乐园的亮点的活动。那其实主要就是营造一个都是讲台语的空间跟环境。这个月假期拢有台语活动，重头戏是9月20，有10外台语家庭斗阵摆搭设计游戏，成做一个台语游乐园。文化局讲，母语就通落实世代共学。代代传承，母语的前途才会光明大拍尾。记者楚台南采访报道。来看拍运台湾羽毛球的选手杨怡成，因为意外两骨受伤哦，伊受到朋友的鼓励，才开始运动。伫两骨损伤千人发展中心30周年的庆祝典礼，伊嘛到现场鼓励愈侪朋友会当勇敢行出来。倒手刷轮椅，正手拍球，一球一球累积训练经验。伊是台湾拍学国手杨怡成，也是国内轮椅羽球头一届挑战拍运的女双选手之一，替台湾创下历史新业。本身是脊髓损伤上友的伊，趁脊髓损伤渐联发展中心30周年，来鼓励上友行出困境。意志力很重要，因为我们本身在复健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有一些肌力的肌肉会受损。会酸痛，告诉自己要撑过去，要撑过去。中心说明，脊髓损伤的伤友大部分拢是后天意外造成的伤势，有90%是所谓的意外伤害，10%是疾病引起的。我想很多的意外伤害，其实如果大家注意，那都是可以预防的。上月面对痛痛，某一寡器官失灵的问题，有一寡人用半年至1年重新进入社会，有的人煞一世人无法度面对，需要更加侪鼓励甲支持。伤者而言，以及伤者的这个家庭而言，他们都要度过一段非常长的心理的低沉调试的时间。脊髓上友受伤，拢是无法度复原的伤害，平均爱靠轮椅生活至少30至50年。生活中见、社会适应，这场中见拢爱为头来。中心卖丢些全国头一座，专门予脊髓损伤的伤友的南州乐活中心，提供照顾全面、职业媒合场客这服务，予伤友靠家己的力量维持生活甲尊严。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台湾的倒球一哥林文如哦，最近是探无比赛，登来台湾替台菜料理来活动的来宣传。伊平常时哦对食食的真有研究，毛伫网络来了解食食的口诀，咱嘛做伙来看卖。露出必须的笑容，对镜头小皱眉。台湾倒球一哥林文如职业赛季，南航的时阵返台，为头一摆跨界台菜创作徛台，捧出许多料理，用于这几年的赛场记忆甲家庭的感情。听说你吃了蒸蛋之后，隔天就不小心拿冠军。除了以前出国比赛，缀伫身边的妈妈上定做的冠军吹能，等到台湾，林文如上喜欢食是阿嬷亲手种、亲手采的素桂豆。虽然阿嬷过身食袂着啊，这摆伊亲自弃菜，佮加入咸两仁。更多还是四季豆本身的这个东西，然后可能有一些。对我来说，可能有一些思念的感觉吧。我发想的时候到试菜，到最后结果出来，其实自己都参与其中了。在跟他合作的过程中，虽然他这个是话说的不多，但都非常的准确，指引我们研发的方向。林文如顶个月才度过24岁生日，注定因为征战国际赛场，口味国际化，面对高强度的比赛，创建个人美食社群小号来调节身心。当方面着前辈李勇会接近运动部长职务的期待，如果登去迄位，无啥讲话，一个一讲，希望大家愈来愈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雪霸国家公园甲民间合作，将头一届利用直升机，甲好大240尾幼鱼仔载去水头去放哦，只开2点钟就完成任务，咱做伙来了解。工作人员真细致，甲好大的鱼仔载装伫地下内包好了后，送上直升机执行放流任务。
直升机飞到放流顶了后，随用人力接管，行到苏格兰溪的源头。工作人员确认水流加环境了后，将鱼仔仔慢慢放落，搁检视适应状况。水管处甲民间业者合作，头一摆用直升机专机的方式测试执行河台的放流任务，因为缩短真侪时间甲人力，也互准活率会当提高。如果是用传统人力背负的话，必须要6个小时。这6个小时，背负的人要有20公斤的承载，其实对人的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哦。水管处表示，这届选定240尾9个月的细尾鱼，放流区域是苏格兰溪源头甲秀克溪的交界所在。根据水管处的估计，去年族群数量差不多18000尾。去年虽然小可减少到16000多尾，不过适应环境能力确实有提升。去年因为地震的关系，台风多次台风关系，所以会数量稍微减一些，可是还是到维持16000多尾的一个量。所以显示说，因为台风影响，它不会对我们储水量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冲击跟影响。基因的奇异度是很重要的，对这些族群未来去应付各种环境的改变。重点是要如何让他们能够扩大他们的这些基因的变异度。所以在不同的栖地那它不同的环境那时间久了，它自然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异出来。学者表示，目前7家湾溪数量差不多是5000多尾，下湾溪甲落叶尾溪族群原来有较侪尾，不过渐渐到进步啊。苏格兰溪是相对较新的放流点，除了生态无共流行的新族群，基因嘛爱增加多样性，才有法度应付环境的挑战，建立稳定的数量。记者采访报道。中华的东犁溪这几冬的种植效果是袂歹，嘛真做是水鸟的生态地。也毋过7、8月份落大水雨，溪里互鸟仔休困的步道是互大雨冲掉。在地团体就建议县政府应该爱制定河川的管理计划。有33公里长的中华东犁溪，除了是重要的农业灌溉用水，这几年经过整治营造，嘛真做侪水鸟的生态地。但是在地团体所发现，今年7、8月大水雨，河岸边的土木流失，河床的葡萄生态嘛受到破坏。这几届的大雨我看到伫沿河内底大概4到5处的湖岛拢有流失掉了很可惜啦。我们也观察到，讲咱的包括鸟类包括咱的红冠水鸡原本伫咱的水面拢足多即摆要看到拢有较困难一点嘛。长期关心东犁溪整治的乌埔社区大学表示，东犁溪的葡萄是由水生植物掺土沙组成的自然生态，大部分会伫河床中央，嘛是因咧观察水鸟真重要的生态指标。即便大水雨造成袂少葡萄消失，互水鸟失去生态地真无彩。希望政府会当制定相关的河川管理计划，保护真无简单营造出来的生态环境。每年都有定期跟不定期针对一些排水的状况去做清淤的动作。7、8月的雨量比较多啦，所以造成有一些地方有可能土体有冲刷，比较流失比较多的部分，我们就是可能用太空包或覆土把土皮恢复原状。水资处表示，东犁溪拢是较天然的土沙河岸，本身就较会因为大水雨流失。水资处讲，针对流失较严重的所在，未来做复原施工的时，会尽量恢复原本的无忧，卖避免人为干扰，搁去影响到当地的自然生态。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